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哎呀，夫人，你把本土前头前，证明本路生死泪，不杀暗意并临文，王爷能与灵媒，暗里生子平一从，受罪自己不可后悔。他怎能娶得他的儿子呢？万里的计招就在于此。他把千金用于而不会给，求得名义小本位，罪名不愿出往西下告赦免，是后悔。他想取得罪名两件，方能取得他儿子性命，对吗？对。可是是何取得罪名两件呢？这就要快我张生的智慧了啊！夫君可有良策？哈，有，就是我看对时的，用这千金贵粮，勇往再去，救济灾民。用赵的名义，还是用你的名义放着？这都不行，只能用二公之名义放正，方叫悔改。如此灾民怨恨可笑，地方官员上罪朝廷，出往信息，何可下旨赦免？夫君此策甚好，这举了罪名，又举了二公子，两全其美。不愧是万老先生看中的子业能贼耶！夫人，你又讲了。我正为无间救灾发愁，有此千金，总可解一时之难。只是万里公子能否救得，还是成事在天哦。为了表示是万二公子悔改，切不可让人知道是我谋划，切记。那是失算了，本来就是万里的奇招嘛。真是。来人，在，说明张莽将捐金千两全部购买粮食，运往灾区，以万二公之名义发放赈粮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你看，当听到赵律二大夫的消息了吗？当听到了，他们早去那里玩了的。在这些地方就好玩了。冬儿，走，找他去。哎，公子，老爷说过，叫你交金之后不要对路，立马回家的呀。傻瓜，救生的事，怎可只靠一个张大夫？万一他没有办法，二公子的性命不就断送了吗？可不能吊在一棵树上，因此该去找审理二公子的赵律大夫。万一他们是清官，生意卖官违法呢，岂不坏了大事？哈哈，要是纪委文的官为是好官，长官才会到这种脏地方去，对吧？咦，这倒是真话。走，到妓院去。放举圣粮啦！来，大家来，放举圣粮啦！听好了啊！二公子警告灾民，省会中间圣粮在宁，同在古时，放粮赈灾，倾家荡产，无以更新。该局是谁？惜我悔恨！哎，大家听了，你娘子了啊！好啊！我们高官的万二公子举债了。他从该故处举债正赎罪。哎，快去！哎，大家快去领娘子啊！大家快去领娘子！快去！
个好人呐，做出了道爷们知错能改啊！这个好啊，好了，倒是醒悟了，改过了。我们这怎么办呢？我有恶报，好有好报。我们先去领救济粮，再去衙门。对，去衙门去老爷放了他。追报。好好好。哦，哎呀啊！哎呦，来了！哎呀，大爷高兴呀！哎呀，曹大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事啊？请款追报。哦，雷大夫，请看这出来的追报。好，走吧。下去。范二公子方良正在，你我已判他死刑，方良也无用嘛。这里往好做些文章呢。哎，呀咋不追出往如何啊？好主意。二位大夫，范三公子求见。哦，万家三公子求见，不是好做文章了吗？有请，有请。是，有请。见过二位大夫。哦，你就是万三公子？在下正是。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这里岂是圣坛之处？大人，在下一号声色犬马，常在花楼走动，对此颇有所得。有些话还是在这种地方更好生谈。哦，你找我们以后见教。听说我二哥在案，是二位大人主审。不错，大荒这一年等级暴力，以致几名恶士一判死罪。求大人高抬贵手。不行，死罪难逃。绿荫愈烈，是可以用剑所罪的。望大人网开一面，为我二哥操身，必当从谢。赎罪之量当然可以考虑，这是所费甚巨，不知公子能否承担？道之公不管是夫可敌国，也是夫家一方，只要救得我二哥一命，大人开口，无人不争办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下官尽力而为。那好，就请三公子先交300两黄金，以供上下当店之需，可否啊？这
3百两嘛，太什么？太多？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哎，给你们500两黄金，是哦。哎呀，真不愧为陶主公的公子，够气派呀！够气派，一言为定。好，公人之后再来酬谢2位大人。来呀！公子有吩咐，今天2位大人一切花销全与我包了。白君，进过屋。好，请。来请。请，三公子，请。雷大夫，请。请。巨州、晋营一带汉奸更从，不知刘曹二卿审理邓亮坑民一案，是否判决？大王昨晚炮利一名，威胁天道别国，众万反而才也逆战。不过，什么？他愿意以经赎罪，求大王赦免。以绿营之列，大片泥沙，欺罚1000万，曾以为罪名确良，是非罚1000万，用来狗粮救灾，岂不更好？望大王恩烈赦免。不行，那街上腾亮炮利，揭露了一地罪名。寡人说赦免他，岂不以寡人与不胜不义？绝不能为区区效力，使朝廷之为逆。李世外，臣在。你是掌管营院，纠察事务之官，本案叫你处置。是。寡人命你将那歹徒押往贼去，亲自监督，暂时正是。散开！就给谁？哎，胖婉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叫我滚出去！你们叫我滚！啊，大哥，你几时来的？哼，我一路跟着你，了不到吧？大哥，快去走下再说。哎，快去打谷子捧场！大哥呀！你们叫我滚！哎，大哥，你是来监督我的吧？不错，你这个败家子，果
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不去救二哥，恰在这里胡闹，糟蹋钱财。怎么没去救二哥啊？张大夫那里去过了，交了黄金，在这里又找到了朱生大夫，给了500两黄金。等，你哪里来的黄金？是家里偷的？啥？偷的？不是你支出的2000两黄金吗？2000两黄金不是交给张生大夫了吗？这里花的钱哪里来的？我只交给张大夫1000两。什么？你管不听无情之命，看看1000两就是几无来？大哥，看下黄金不是为我自己无来，而是为了救二哥性命啊！哦哟哟，多好听的理呀！啊，谁在句女话里能救你二哥吗？哈哈，大哥，你这就不懂了。对，我是不懂，妓女能救你二哥吗？对，能救。既问是个脏地方，只有在这脏地方才找得到长官，对不对呀？怎么？你是为了找长官？对呀，张大夫万一救不了二哥呢？多找几个长官，多开几条门路，救二哥的性命就多几分把握。呸！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二哥的性命已经保不住了，你还在这里混对混闹胡闹啊！你怎么从而来？我刚才在正门口，看见营官带兵结伴而去。当听到市区灾区见斩人亡，我怕斩的是二弟呀！不为的，我已贿赂了朱生大夫，给了500两黄金，做鬼受罪的了，怎么会是二哥呢？天哪！但愿不是二弟，杀死二弟，看你是无下父母交代。大公子，三公子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刚才监制预告楚王娘子斩杀二公子，营官已去灾区见斩了。啊！来呀，去问一问妥当证据是什么？老乡，妥当证据是什么？就这2事。文方正了，罪名已举了。你这死罪，看你还能抗挨罪名？来呀，快往灾区斩杀监督，放量举责，以示朝廷恩威。好像是万二公子嘛？啊，是啊，对，是万二公子。二公子知错悔改，救济我们已经联名请求杀你，怎么又会斩首呢？人要讲良心啊！对，我们全靠万二公子救济我这。不能杀他，不能杀，对，不能杀，我们还靠大家救他去。人民们听着，不法奸商在你暴力害民，楚王震怒，下此斩首，大家快到法场看斩陈文了啊！快走，走！什么事了？乡亲们了！
万二公子悔改前非，让这居民与我罪名啊！紫金战士于心不忍呐！大家快去救济，得救二公子啊！快去啊！去啊！
你们作甚？大人，二公子不能杀呀！这是为何？大人，您来看，这名白帝拿的粮食从哪里来的呀？本官一路看到粮草滚滚，听是官府放针了。不是，就是这位被碰下的二公子救济给我们的呀。大人啊，是他放针救灾。是二公子救了我们啊！这才奇了，当时是他疼娘害命，如今又是他放针救灾。神非神也，谁都有过错，该那就是好人嘛。当时是你们告他，今日又是你们为他救人，这又怎么说？老百姓心中有杆秤，好坏称得称。坏人该杀，好人该免呐！大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是楚王下的旨，我怎能成免？散开了！大人，开恩呐！乡亲们呐，救救我家二公子啊！老奴给你们看对了。大人开价！大人开反民求情，本官不能不从。来呀，送到台民，对本官此罪楚王再做听的。是。
大王，李师伯要接替走进上奏。哦。金银罪名，连名为万二公子求赦免。张大夫，你看一看。大王，万二公子悔过救灾，此事已久，为何大王不知？哦，寡人未见郡院追荐啊。哦，是郡院官员失策呢，还是有人有意压下追荐？哎，是此大事，谁敢压下追荐啊？寡人命你死外查查。大王，告发的是这些灾民，救死的又是这些灾民，这是为什么？真是奇怪呀！这有甚奇怪？当日他为财害民，而今他捐资救神，改过官人，灾民当然为他求杀嘛！据臣看来，还是大王的威严使万二公子真心。大王不准他以钱赎罪，下至斩首，让他知道世上之事不是什么都能用钱买到的，只有施德于人，神才以德报之。张大夫，你说得很对。我国之民善恶分明，万二公子既然方正机明，灾民也就要救他了。此所谓以德报德也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！大王以下至斩首，难以虽为亡命，灾民救死也就无望了。不，为灾民，是为愚见，人民心也可杀灭。是正在恩为平庸，张其坤把恶还灭。为君的自我扬传上臣民，以此为戒。大王真乃明君也。下旨，万二公子自裁悔过，放量救罪，为民原谅，得杀数万之罪，令其复决谢恩。遵旨。来，寡人高兴与你醉夜一波。怎么样？李大夫、赵大夫、李大夫见到了吗？哎，这些贪官就是避而不见，真是气死人了！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呀，一人500斤，他们言而无信，断送了孩儿的性命，快点使为家交代。我以为多花钱，多招人，定能举得而过，谁知道会碰到这种坏人。贪官当然是坏人，坏人才会做贪官，这你懂不懂？大公子、三公子，三公子，赵大夫、吕大夫来了啊！哎，快请！请！哎呀，恭喜啊！请扎喜了啊！大人，是不是我儿过？哎，赦免了！哦，赦免了！赦免了！真的？我的孩子也在哪里啊？快为京都谢恩去了吧！我儿过是这样赦免的。还不是我们费尽了心机
解救呐！你们借的500斤，我们卖了就在民。用的是你老儿命，关东贼民走朝廷。自从龙改40年，楚王一心下杀令，不准老儿来救助，快被西救年轻人。大哥，你看这钱还是能卖命的哟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为了二公子的事抱断了腿，吃光了口水，这且不说。来，马良局长上下当点，少说用了1000两黄金，没有钱能救命吗？啊，那就这事吧。啊，这边殿下的黄金，还请2位公子还给我们才是啊。什么？还要黄金啊？应该，生命总是泰山，现在轻如鸿毛，金银算得了什么？还是3公子痛快。那就还给我们500两黄金吗？至于酬谢我们的嘛，就免了吧，算了。他们不肯啊。大哥，你带金银来了吧？屁话，我带的银子归他要的嘛。你留下的1000两黄金呢？已经借他们500两了。那还有500两黄金呢？早就花光了。啊！你这个败家子啊！快你这么办！二位大人，黄金嘛，一定要借你们的。我家金银多的是。这是现在没有，是否欠一欠？但我什么？你想雇我插脚？你们怎么这样说话？我们已经借了你们500两黄金，谁知道你们买了多少粮食？谁知道你们上下费用多少？先是无账可账，再说。走开！你敢误入本官！哼！不要以为楚王一下设置就能平安为将。告诉你，在这楚国还是我们的天下。怎么？你们管下多岁，我就向楚王告你们断章枉法。好，你们等着吧。大人吕布，大人吕布，大人，大哥，为了计量身外之财，得罪了他们，怕会生出是非。他们团得无言，你不心痛劫财，我可要心痛死了。救了二哥，死了我这个大哥，还不是一样吗？大哥，说是啥，说是非，二哥有个好歹，你从小无去交代。这，你快想个办法筹钱。我都赶快去找2位大夫，求他们宽延几天再说。这些贪官污吏，心太黑了。叫我到哪里去筹钱呢？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夫君，夫君，夫人，看你喜气洋洋，有什么喜事？夫人，楚王以下设令，范二公子得救了我。谢天谢地，故如夫君所料，救了贼民，也为救得二公子。夫君怎能自为自成？这是万里之美孤神，我只不过为人美物而已哟。禀大人，万公子求见。定是那3公子谢我来了，请。有请。是。
拜见庄大夫。你是？万生是万家长子。哦，好，请坐。告诉。楚王下旨赦免领地，大公子知道吗？早知道了，万生就是为此事而来呀。还有什么难处吗？有啊，有难处啊。为君而立一条命，我家现在用官金，东家欠了1万载，西陵借了2000押金，四金得据为家去，台中富裕本分银，绿点色素付不了，缺少盘索难启程，为此得来去大城，万物启程1000金。什么？那千两黄金是继承我家的？是啊，多谢大夫太尉保管，管记不清啊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？分明是你家三公子为救二公子性命，让我作为赎罪之婿，真是继承你。不对不对，张大夫是楚国青年政治大人，名闻天下，谁会向你卖命啊？不，你听我说，不是继承，难道是隐晦不成？无事。我是碍于你父面上，太尉桂良纠集在民，以得感动国君，下旨赦免。何为谁会？庄大夫，这桂良巨灾我早就知道，可惜不是你管的，而是另有官员所为。且慢，是谁人冒功？是我亲耳听到，三弟将500两黄金交给吕大夫、赵大夫去办的，怎会变成是你桂良巨灾？哦，原来是他们在冒功骗贿。庄大人，到底是谁在冒功骗贿，我也闹不清楚。天底下骗子太多了。你好一个畜生！你这不信，可请到灾区查一查，看看救灾之粮是谁在发放，查明之后再来理论。出去，出去！好，我这就去告辞。哎呀，夫君，此次调之度差而反而，这时候是好。我做此事，一为万老先生情面，二为灾区百姓，虽恶而不怨。只是今日之事，只怕夫君请保无下，怕什么？夫人，我怕这大公子去了灾区，停放真粮，便会惹出大祸啊！按他的品性，固然难色，时候是好。
可叹万里儿子个个不成样子。待我修书一封，列告万老先生，请他亲自速来处置。夫君快些！二哥平安归来，小弟向你道喜。二嫂可苦了你了。哎，请。多谢上帝远道来救，不传二哥性命休也。哎，自家兄弟是什么邪子？不是小弟愚能耐，都是您子神通广大。三弟，这鬼两句在用你二哥的名义是弟弟出的姊妹吧？不，是我贿赂了主审你的大夫，是他们出的高招。听说大哥也来了，也在哪里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个林杀鬼啊，杀不得人子。听说你杀免了，就关到灾区，定方正量，生能生一件死一件。啊，大哥已经去了，早就去了。天哪，上帝！出完杀命乃是罪名究竟，他杀定子方正，岂不是过擦脚吗？激怒了罪名，岂不是又将我推上法场吗？大哥见你心巧，要你二哥的命了啊！故若未查大祸，怎么办呢？快收拾营帐，快到位记过。是。快这，这该死的畜生！何事惊慌？你为人让他儿子去楚国，这何可闯他了？张大夫来信，你去看吧。老爷，怎么办？来人呐！在十倍错马将所有金银装上，随我星夜奔赴楚国，快去！是。启罪大王，金银罪名与罪状上告。啊！哼！这该死的奸徒，寡人开恩赦免，他竟敢停止纠缠，愚弄百姓，愚弄朝廷。你们说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是此奸徒残而犯而，故我查教，岂可容忍？对，不杀不足一品名分。该斩！哼！大王，这该死的奸徒挖毁了大人呢！寡人命你查清是谁扣押贼去，军院追检，查实了吗？就是刘庄梁大夫，是他们虽然万家三公子挥金无不良，所以当时朝你才为他拘禁。大王赦免之后，他们赎回不正，今生又想杀人解恨。哼，这还了得！将他们绑了，叫李世白审问。是。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！哼！
这些该死的监督，自以为切口通神，既爱苦了百姓，又爱了寡人官员，岂能朝堂？李四百，朕在，列且罪过，求敌暂遂，朕旨。哎呀！把这监督给我绑了！大神少林！把官都被你骗了，就用欺君之罪就该杀你！哪有少林啊！大神少林！再去再说！大神少林吧，开开恩吧！大神少林吧，开开恩吧！大神，嫂。前来诸位，可曾祈求外在此言行？已经领了。哎呀，请问遗体现在何处？你老爸在城外掩埋孬，在那边。快追！快追吧！
小弟爱了你呀，二公，二公是小弟爱了你呀，二弟是大伯害死了你呀，二公。老神仙，我万里一家与你无恩，恰是有罪。你且为我儿收拾眼目，叫我死后报得呀！白老先生，这位公子正在路上捐给我生儿一命，老朽本能忘记恩德，理该为他料理后事啊！天哪！为人后做错事，也得算报啊！你们不晓得错事，你们不是乡里的老神啊！谁料到一碗煮小妹，恰得到恩情报私仇，神监狱神明告，而今一门谋财可当开。亲，知道了。原以为前来高堂才能恰不了，因会上了凶残生，那金砖破碎往前路，倒退来因害淹死了城，前两金埋的是神头落地，外卖恰包外一秋分，血泪啊擦亮了我的双眼，在旁里我不是熄灭个父亲，切不该办不该，是我吝啬走来，财迷心窍不是非，这件金银往生爱，千金就在舍不得把儿女送上断头崖台。看官家人与我冤，手上一刀钱都开。儿啊，你们能会悟，儿在泉下也为欣慰的呀！亲啊！万老先生，晚生来晚，晚生来晚。晚生未能救得公子，他来背罪。张大夫已经心里，万里感激不尽啊！只因老朽昏贵，未能把儿子教好，于心有愧呀。来领我一生大事不糊涂，恰得子女教诲说，放下了莫逆之道，为财富痴迷不悟。儿啊，
万举风风，我们是青年富三，这千金归国故乡的万里悔恨啊！儿死乃神光天中。老先生，可贺可喜，可喜可贺啊！张大夫，唉，老夫实在心痛月结，喜从何来呀？老先生二位公子想再明三才，看来已受教训，改过从新，岂不可贺可喜呀？实是失一子而救的儿子，也为他兄。经理，张大夫，我欲将所得金银全数拜托于你，请你带走出往，再去修业水具，以解苦患之灾，你看可否？此乃仁爱之心，好生之德。出往必定欢喜，在民必为感恩呐！万里岂为恩德善财，是为儿子解怨念而已。不是解怨念，而是救二位公子。老先生可谓用心良苦哟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管家，将所有金银交给张大夫。遵命。来。家听着，范老先生卷子修举，以解此地救患之苦，大家快来谢过。是啊，万里之子都有得罪，万里在此也垂了。现在可比一把刀，全尽勇士神策巧，经营有教，听无教，生意更比天家高，生意更比天家高。